準備，attention。節正日 ，Sport 參加咗沙田城門河舉辦嘅龍舟比賽，呢個係佢哋團中嘅第一份工。開工！開工大吉！開工大吉！真誠嘅製作組為咗 Sport 可以旗開得勝，揾咗經驗豐富嘅蔡 Sir 帶領佢哋訓練。喺今次龍舟比賽 ，Sport 將會擔任蛙手崗位，以年輕嘅體力乘風破浪，爭取名次。你揸住嘅位置咧就喺呢度。放落去，拉向後，拎起，放翻上去。咁呢4個步驟咧係初頭一定要必須要記得。知唔知爬龍舟最緊要咩？係件衫啊！今日 team 人着住同一件衫，就好有嗰個一團人嗰個感覺。如果天氣麻麻，但係我哋嘅訓練會十分之火熱啦。OK， 好嗱，所有隊員留意啦，到時你哋比賽會用小龍，係啦，5排 total 10個位。咁啊，我哋比賽咧係蛙幾多米？300，非常好。300米過往經驗，真係可以企到頒獎台咧個時間係1分10秒左右，咁所以咧要達到呢一個時間先可以企到頒獎台啊！知道。比賽嗰度咧，我哋喺個小龍裏邊咧，你都知啦，10個蛙手，最少要8個。咁但係咧，你哋依家咧得7個，我會安排一個強勁嘅蛙手俾你哋。好，多謝蔡 Sir。符合最少嘅人數，咁但係少咗人就要加強訓練，去幫助你哋完成呢個比賽。OK 嗱，大家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我哋即刻可以落船啦，你。Let's go。好期待啊！想快啲出海啊！好 ，get ready 先，拎起，擺前面。OK， 廿下開始。1、2、3、喂，唔使太厚喎。4、你識唔識啊？5。開咗哇！好多仔啊！之後再翻龍頭係咪 ？Number 1。我自己覺得落咗雨之後覺得件事好熱血啊！我都想喺今次嘅比賽度贏，係我哋第一次以 sport 嘅身份去參加比賽。我真係唔係好興奮嘅啫，對於呢件事，因為我對於水上活動係唔係話特別雀躍，係啦，但係15、16冇呢樣嘢㗎啦，知道失咗就繼續，所以咧後邊咧係啦，前面4個，後邊咧有少少甩 beat 啊 ，OK 係啦，再加快唔夠快，最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今次 Elvin 係冇撐㗎，Elvin 亂嚟嘅。Sport， 對唔住大家，可能頭2集咧就有啲比較玩水啦，令到大家冇一種好認真贏比賽嘅感覺啦。我之後會更加努力去令到大家一齊贏比賽。我信你嘅，加油！唔係嘅，我覺得真係每人攀多獎，同埋即係俾翻少少力就快好多㗎。我哋真係知道。唔係，我覺得大家喺比賽前都認真啲，加油！即係我真心係冇太話對贏係好有所謂嘅，所以但係我有俾力啦，但係我冇去到話爆蝕咁俾啦，但係可能可以試下咯。大家盡力就好咯，對得住自己咯，唔好話做俾邊個睇咯，自己知自己試。咁係自己盡力就係盡力噶嘛。你覺得點解你會俾唔到力啊？之前其實我覺得係我之前一開頭我係唔係好熟啦，加上我一開頭我未係有想贏嘅心態，我嗰時一開頭唔係好知，即
即係龍舟我哋個目標係點樣，所以我覺得依家清晰咗之後，我會更加俾到力落去。唔緊要啊，我會代你撐到你撐為止。可以，冇問題。 Love you, Kobe. Yeah，let's go。加快啲跳，6、7、8，兇狠啲，實淨啲。出嚟，1、2、3，keep 住呢個。6、7、8、9、2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30 ，OK。掉咗去前面，我完全唔知後邊咩事。我哋知咧，原來坐第一位嗰個咧係咁辛苦啊，因為第一位要食晒所有嘅發力啦，同埋所有嘅水流。後邊原來係咁輕鬆啊！對唔住啊 ，Bosco， 之前辛苦晒你啦。OK，sport 嘅團大家好，早晨，好，見唔見到隻船有啲咩唔同？有個鼓，有個鼓，我哋出發嚟啦 ，Let's go！ 聽一齊跟住個鼓聲去做 ，Go！ 今日係喺嗰個練習過程加咗個鼓咧，佢哋聽到個拍子鼓聲咧，其實等同佢喺嗰個蛙掌個 pedal in 入水嘅時候嘅同一個時間。我覺得今日加咗個鼓嘅幫助係令到我哋士氣強勁咗啊！因為全部人都係跟住個鼓啊，而唔係每個人嗌自己個 beat 啊，所以我覺得齊整度係高咗嘅。咁咧加咗個鼓咧，你哋係會醒神啲嘅，我覺得你哋。咁依家係最主要係完成個300米，我哋要真係用100至120掌。因為頻率快啲咧，就應該會再多少少獎數嘅。咁我哋預計我哋個體力上面嘅分佈就一定要完成到，起碼都120獎，唔可以有放鬆。自己心數，哇！原來仲有30獎，我都要死埋佢啊！咁樣呢個情況。OK， 係啦，隨 Go！ 1、2、3、4、5、深呼吸，喐身喐腳，2、1、2、唔好鬆，唔好鬆。最後100米，100米。頂住，70米。高頓，一齊力，30米，30，最後10米，到。頭先個友誼賽我覺得好好玩，應該係爬咗咁多次龍舟，第一次覺得攰到死搲落去咯，嗰下就係。其實嗱，眼見咧係大家平排嘅，但啱啱咧用嘅時間咧嗱，同人哋有拍跳，其實咧完成嘅時間咧係1分50，係啦。我哋之前第一堂講過嘅，我哋要用幾耐時間啊？1分10至15嘅啫，係啦。OK， 咁即係我哋同我哋而家差距爭幾多？差距照計40秒。嗱，唔好多啦，我俾30秒。咁你哋覺得需唔需要加多2個去幫一齊去做？要。需唔需要？要。係啦 ，OK， 咁就變咗就時間咧就會好接近我哋需要嘅時間㗎啦，會。係啦，下一堂會幫手會安排多2個蛙手俾你哋，但係坐咗足夠嘅人，你哋都要做翻今日或者之前練習嘅嘢，唔可以 miss 任何嘢。知道。得。知道。